看看你这穷酸德行，也配跟本小姐相亲？滚蛋！别在这影响老子心情。你一个穷屌丝也敢轰本小姐走，我偏不走！打我呀！你又是哪里来的贱人？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男朋友可是星耀集团的人，你敢打我，你等着死吧！星耀集团又如何？你的相亲对象我看上了，给你3秒钟，滚！一个穷酸货，你敢动我的女人，活腻歪了！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。哦，这不是我的好邻居韩风吗？怎么轮路到来相亲了？又来一个臭傻逼！你认识他？我邻居天天在我面前秀优越感。韩风，你他妈装什么？你就一个月薪5000的破厨子，老子星耀集团年薪100万，拿什么跟我比？就连你的相亲对象也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这种人啊，注定一辈子单身。哼，合着是小三儿找人接盘呢？谁说他是单身啊？我就是他的未婚妻。亲爱的，刚刚就是他打我，你必须给我报仇。还有这个穷屌丝，你一起弄死。切，你是韩风找来的演员吧？他能找到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倒不如跟了我。以后啊，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也配？厉害，厉害呀！从今天开始，你被星耀集团除名了。你个臭婊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子弄死你！冒犯林总，你们胆子好大呀！林总，事已经处理好了，周立山已经被公司除名了。林总，你是星耀集团林总？拖下去。林总，林总，我错了，林总，林总放过我吧，林总，林总。星耀集团市值100亿呢，原来你这么有钱啊！哼哼，不过你月薪5000，好像是有点少啊。你想发财吗？那啥，我不卖身的，我先走了。慢着，韩风是吧？有兴趣跟我结婚吗？结婚？别开玩笑了。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？我知道你家里也在催婚，你跟我假结婚就可以逃避被催婚啊。而且要是你答应了我，心情一好，说不定你可以一吻芳泽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再不给老娘带个媳妇儿回来，老娘也不活了，你就等着给老娘收尸吧。好，我干了，但我不是贪图你的美色，我就是不想这么麻烦。明天是你爷爷的寿诞，记得回来商量你和叶大少的婚事啊。妈，我说了，我不嫁叶平生，我已经有对象了。又是找了个假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叶大少即将继任龙城城主之位，他爹马上升任龙武院的副院长，这可是封疆大吏，在龙城还有谁能比得上他们家的家世？我是嫁人，又不是嫁家世。3年前，汉门圣尊大败各国，此战已过去3年。近日，汉门总部曾传出消息，圣尊欲微服私访，探查民生发展。若国民见到圣尊，不可围观，不可惊扰，不可冲撞。下面播报圣尊2样信物，见此2物，如见圣尊。第1件信物，圣尊令，此令乃汉门圣物，为圣尊可持有。诸位国民勿将它与 coser 令牌混淆。第2件信物，圣玉龙面，此乃圣尊时常佩戴之物。这韩风要是汉门圣尊就好了，可惜他就是个颠勺的。不是我说，你就不能换个好点的袋子？我父母本来就攀附权贵，这穿帮了怎么办？一点东西用啥装不是装？你是汉门圣尊？瞎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会有这些？这都是汉门圣尊的信物。好此道具嘛，汉门圣尊可是横压当代的绝世人物，整的那叫一个玉树临风。我一个颠勺的厨子怎么可能？那汉门圣尊常年戴着面具，没有几个人见过他，你怎么知道他玉树临风啊？
我瞎猜的不行吗？我先去收拾房间。慢着。大白天的你干啥？我不出卖身体的。那你想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应付父母完事儿，我不卖身。对，应付父母。所以你假扮汉门圣尊吧。假扮汉门圣尊？对啊，正好你这些道具也可以派上用场。如果你是汉门圣尊，我父母应该不敢拒绝。不行，冒充汉门圣尊可是要判死罪的。不被人发现不就好了？明天是我爷爷的寿宴，正好合适。合适共赴黄泉是吧？明天寿宴上还不知道来多少人呢，我不去。我爷爷的寿宴不会有外人的，只有家人。就明天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5000万。区银钱，何足道哉？够了吧？看在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，我就勉勉强强答应了吧。是，属下明白。龙爷，汉门总部说什么？汉门总部要求我在康省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圣尊。龙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外界说圣尊消失3年，但汉门那边又说圣尊一直在汉门总部，这都快把我给搞迷糊了。这是汉门总部放出的假消息。圣尊消失3年，边疆不稳，周边诸国蠢蠢欲动，总部这才放出消息说圣尊在总部闭关修炼。可实际上，边疆不稳，这才让我们各院院长寻找圣尊的踪迹。啊，岂不是说一旦圣尊不在汉门的消息传出后，就会再起战事？不错，现在边疆还没爆发战事，完全是倚仗圣尊的威名。喂，龙爷，明日便是林家老爷子林耀全的生日宴会，不知龙爷能否赏脸前来？好，届时我一定前往。林耀全，龙爷，林家不过是龙城上流中的末流，您何必给林家面子呢？林家是末流自然不假，但是叶继山还是很不错的。1年前，他在为汉门效力逮捕叛徒的过程中，硬扛起一刀将其抓获，可是颇受汉门的赏识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再有月余，叶继山龙城城主之位任期满后，便会调到龙武院，即副院长之职。原来如此，那叶继山之子叶平深接任龙城城主之事，也是因为此事了。不错，此子蒙其父荫，会担任龙城下一任城主。可据本院所知，叶平深此子行事过于狂妄，还需多加磨练呢。幸会啊！好久不见，平深啊，月瑶可是老夫最疼爱的孙女，你们结婚后，你可不能亏待她呀！啊，爷爷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月瑶的。终于来了，月瑶，你来的正好，平深也在，趁着你爷爷寿宴，我们把你和平深的事定下来。叶平深怎么来了？完了，这要是被他知道韩风假扮圣尊的事，可就死定了。月瑶，这是我花了800万特意拍下的钻戒《水晶之心》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这钻戒你收回去吧，我不喜欢你。林月瑶啊，这位可是未来龙城城主啊，他能降下身段向你表白，你怎么能拒绝呢？哎呀，月瑶啊，这可是门好亲事，你要嫁入叶家，我们林家也能水涨船高，成为康省的顶级豪门。但我不喜欢他。瑶瑶，平深家世显赫，自身能力出众，你和他多接触，就会喜欢他的。爷爷，我说了，我对他不感兴趣，我不想跟他多接触。林月瑶，你别不知好歹，叶少放下身段跟你告白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不需要，我已经结婚有老公了。
结婚？你和谁结婚？我同意了吗？谁让你结婚的？你告诉老娘了吗？现在马上离婚，嫁给叶少！不可能，我老公是真正的大人物。如果他知道你们这样说，他就会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。他再大，有叶家大吗？他再厉害，有叶家厉害吗？爷爷，爸妈，叶家再厉害，在我老公面前都不值一提。林月瑶啊，什么事我都可以由着你的性子来，可这事儿不能由着你来，你必须嫁给平生。月瑶，你刚刚说我叶家在你丈夫面前不值一提。没错，我叶家在康省不敢说第一，但马上就能排进前3。我爹即将升任龙武院副院长，而我即将继任龙城城主之位。在康省，除了龙武院龙爷之外，还有谁敢在我叶家面前冲大？叶家再厉害，也不过就是在康省横行一方，出了康省，叶家又算得了什么呀？我叶家得汉门汉魏圣王青睐，而我更是汉魏圣王亲指的龙城城主，得罪叶家，那就是得罪圣王。你说我叶家算什么？你张口闭口都是叶家多么厉害，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我老公要是来了，别说是你，在场所有人都要俯首贴耳。俯首贴耳？难不成跟你结婚的还能是汉门圣尊不成？你说的不错，他就是汉门圣尊。不是我说，月瑶，你把我当3岁小孩了。所有人都知道圣尊已消失3年，这根本就是你找的借口。林月瑶，你今天就算是说破天，也必须嫁给叶少，休想拿一个挡箭牌来糊弄我。你们要本座的女人嫁给谁？这是谁呀？他去哪里找这么多演员？下大本钱了呀？是谁啊？我，韩风，林月瑶的合法丈夫。就是你骗了我女儿，你今天必须和我女儿离婚，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小子，我林海山的女儿可不是你能娶的，你现在赶紧跟她离婚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然我林家饶不了你。爸妈，你们别这样说，我老公是汉门圣尊，你们这样说会掉脑袋的。你就是汉门圣尊？你是在质疑我？你少唬我！我父亲即将上任龙武院副院长，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汉门内幕吗？哦，你继续说。虽然现在汉门对外宣称圣尊一直在汉门总部，但所有上流世家都知道一件事，那便是圣尊消失了。3年前，周边24国起100万大军伐我大夏，圣尊率部击败联军，但在那次战役之后，圣尊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相信我是圣尊？没错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你就是汉门圣尊。啊！放肆！算什么东西？敢质疑本座？见君不拜，其罪当诛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混账东西！你敢打我，还敢冒充圣尊？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如今边疆再次动荡不安，你若是圣尊，就该留在汉门执掌大魏，迎战周边诸国，而不是站在这里。平时说的对，我们所有的世家豪门都知道，圣尊消失了3年。小子，你现在冒出来说你是圣尊，你就是圣尊吗？爸，你们别这样，你们这样会惹大祸的。行了，看把你能的！他要是圣尊，从今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绝不拦着。我是不是圣尊，你们没资格评价。看见了吧，我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。周边诸国如同草芥，挥手可灭。你说你是圣尊，可有信物？你们是继续打算做铁头娃了，是吧？今天我还就头铁定了，耶稣来了都救不了你，我说的。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叶家一力承担。来人，
给我把这小子抓起来！叶平生，你想干嘛？你们凭什么抓我老公？如果他真是汉门圣尊，以我叶家的实力，再怎么样也会得到一些消息。但我从未听说，更何况如果圣尊果真莅临康省，那康省第一人龙爷自然会前去迎接。但我从没听说过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穿帮的。老公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装不下去就想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谁说我们要走了？今天我就满足你们这个愿望。要满足我们什么愿望啊？完了，叶城主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叶城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小子假冒圣尊，他还大闹宴会，你一定好好惩治他。叶城主，你身为汉门成员，即将上任龙武院副院长，想必你有办法揭穿他的谎言。小子，你是汉门圣尊？如假包换。好，既然你说你是圣尊，那你可有信物圣尊令？圣尊令这么重要的信物，岂会随身携带？我们那就是没有了。假冒汉门圣尊，你知道什么罪吗？不只是你们两个，整个林家都承担不起。谁说我们没有圣尊令的？老婆，拿出来给他们看。你搞没搞错？那个是假的。不用怕，老婆，拿出来就是了。爸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这是圣尊令。圣尊令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这什么意思？怎么有点面熟啊？爷爷，这个令牌好像跟新闻上的信物一模一样。他真的是汉门圣尊？孤陋寡闻，这普天之下除了本座外，谁敢用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这8个字？没错，我老公就是汉门圣尊，在场的谁敢反对？若不是圣尊，谁敢伪造令牌刻这8个字？除非他不想活了。哎呦，女婿啊，刚才是妈不对，我们月瑶跟着你啊，那可是享了天大的福分了。月瑶啊，你看你也不早跟我们说，你看这误会闹的。圣尊，刚才是老头子不懂事，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！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女婿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谁让你们刚才不信的？老公，我们走。赶紧跑路吧！慢着，让你们走了吗？叶家主，圣尊令我们都已经给你看了，你是要造反吗？这圣尊令上的确刻有8个字，但也鲜为人知。不过不代表没有。同样的，谁说刻了8个字就是真的圣尊令了？你说是假的，难道你见过真的？没见过，但我知道真的圣尊令就在汉门总部。听到？我就说他是假的。喂，给我查一个叫韩风的人，10分钟之内，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完了，这要是被叶平生查出来，这岂不是全露馅了？韩风、林月瑶，你们胆大妄为，亵渎圣尊，伪造圣尊令，该当何罪？我们没有。没有？那这假的圣尊令，你又如何解释？伪造这种令牌，并不是什么高难技术。难道他说他是真的，我就应该相信吗？叶城主，天下还没有哪个雕刻大师敢在这令牌上刻下这8个字吧？
你懂什么？雕刻师不敢，但是他韩风连圣尊都敢冒充，你说他敢不敢？你说我的令牌是伪造的，那你如何证明？要证明很简单呀，找个认识的人不就可以了？圣尊令很少有人认识的，还是说你打算随便找一个人说他是假的？谁说没人认识啊？你们可别忘了，龙武院院长君泽龙，龙爷，你们知道吧？龙爷是康省第一人，我承认，但你也不能说他就认识圣尊令吧？龙爷曾是汉门的得力将领，3年前西天门决战之时，龙爷也曾参与此仗，他定然见过本尊。你说他能不认识吗？林月瑶，你就死心吧。我告诉你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我老公就是圣尊，这是事实。林月瑶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既然你如此肯定，那我就给龙爷打个电话，让他前来验证一下。你说呢？这点小事还是没有必要打扰龙爷了。你说和圣尊相关的事儿是小事儿。我老公微服龙城的事情，不希望太多人知道。微服？本少看在你只是挡箭牌的份上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说出实情，本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会想办法阻止他。快给那个人打电话，来验明本座的真身。这傻子，完了！等龙爷莅临，拆穿你们的谎言，你们林家满门抄斩！啊！满门抄斩？叶城主啊，这跟我们林家没关系啊。林月瑶不是你家女儿吗？她不姓林吗？这小子现在名义上就是你家女婿，冒充圣尊，你说跟你们林家有没有关系？这……我说林老爷子，您就放心吧。以我叶家和龙爷之间的关系，我父亲若是能在龙爷面前替你们林家多美言几句，保下你们林家还是没问题的。叶少，我明白，您放心，这个韩风就是我妹妹找来的挡箭牌，让她离婚，跟您结婚。这还差不多。只要月瑶答应嫁给我儿子，你们林家本城主就保下了。慢着，我不会嫁给叶平深。林月瑶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等会儿龙爷莅临，我看你怎么死。林月瑶，你是想害死我们林家吗？哎，叶城主啊，这都是月瑶她胡说八道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别往心里去。叶城主，我们月瑶一定会嫁给平深的，您放心，我们保证。够了，我老公就是汉门圣尊，你们再说下去，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吗？快想办法阻止他打电话啊，不然我们可就完了。听见了吗？我老婆已经发话，赶紧打电话，别废话。等会儿看看谁死。哎呀，你小子到现在你还敢危害本城主？等着，等着！龙爷，林家宴会上有人冒充圣尊。喂，龙爷，林家宴会上有人冒充圣尊。什么？居然敢有人冒充圣尊？别着急，马上就到。郑清，备车。我要去林家寿宴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冒充圣尊。不能这样坐以待毙，要是真的等俊泽龙来了，我们都得死。我们公司还有点事，老公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你不是说这小子是圣尊吗？怎么听说龙爷要来，这么着急走啊？好好给我待着吧。林月瑶，冒充圣尊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不过，只要你现在承认这小子是你花钱雇来冒充圣尊的，并且答应嫁给我儿子，那么你们林家我是可以替你们说说情的。月瑶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你们林家就洗干净脖子等死吧。林月瑶，你要害死咱全家吗？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呀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
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非得要让我们死在你面前，你才甘心吗？为什么非要逼我？如果不是你们逼我，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事。这是逼你吗？我们是为你好。你闭嘴！有你们这样做父母，有你们这样做家人的吗？你们配吗？他叶平生是什么样的人？是康城有名的浪荡公子。你们是打算把月瑶往火坑上推吗？小三，叶家在康城可是顶级豪门啊，有权有势，月瑶嫁过去就是享福。以叶平生的性格，月瑶嫁过去只会沦为一个玩物，整日以泪洗面，这也叫做享福？这世上若没有权势，活着和狗有什么区别？权势？你们眼里只有权势，难道没有一点点亲情吗？女儿只是你们交换权势的一个工具。今天有本座在，谁敢动我老婆？他都自身难保了，还在帮我出头。这小子居然是……哼，寒风龙城人，职业厨师。不是，我说啊，寒风，本来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你非要跟我叶家作对，甚至还冒充圣尊，那你今天别想活着走出去。现在林月瑶是我老婆，你敢说跟我没关系？你老婆很快就变成我老婆了，你应该还没碰过她吧？你放心，今晚上我会好好疼爱她。你很生气吗？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？现在我爸就站在这儿，有本事你打我一下试试。你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来来来，你打我呀！韩风，你干什么？你快放开他！韩风！儿子没事吧？你放肆！韩风，你敢动叶少？看在我老婆的份上，我就放了你，要不高低让你多吐2口。惨了，这次真闹大了。韩风，你死定了，你跑不掉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跑的。不过你们说的君泽龙呢？属乌龟的吗？还不来！龙武院院长君泽龙到。是谁敢假冒我汉门圣尊？龙爷，这韩风不仅假冒圣尊，甚至还伪造圣尊令牌。多谢龙爷，千真万确。小子，赶紧把令牌拿来，给龙爷看看，快点，快点！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叶城主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叶家以性命担保。这次真死定了！早知道我就不让韩风冒充汉门圣尊了。算了，我一力承担吧。君泽龙，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？没见到圣尊令吗？你还是我汉门龙武院长吗？我是九州的卫士，护卫大夏疆土，愿以灵魂的全部忠勇，向大夏效忠。向大夏效忠！向大夏效忠！向大夏效忠！干什么？这真要死人啊！小子，龙爷的名字是你这种人随便叫的吗？哎呦，爸，你说这种小人物他懂什么？我看他纯粹就是在找死。嘿，龙爷，我放肆！龙武院君泽龙拜见圣尊。
不是龙爷，您做什么呀？他不是圣尊。哎，您该不会是看错了吧？放肆！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这8个大字，除了国玺和圣尊令上有以外，普天之下，何人敢用？何人敢调？这小子胆大包天，他自己刻上去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认识圣尊令是吗？哎，女婿，你看我们有眼无珠，误会了你就看在玉瑶的面子上，你就不要和我们林家计较了。哎呦，女婿呀，你看他这嘴，又说错话了不是？那我和月瑶的婚事，你们怎么说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和月瑶都已经领证了，妈岂能做那棒打鸳鸯的人啊？龙爷，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我儿子平身调查的特别清楚，这小子就是一个厨子，而且还当了3年呢。你说什么？颠勺的厨子？龙爷，这圣尊怎么可能是一个下贱的厨子呢？你确定吗？龙爷，您说我们怎么敢拿这种事儿骗您啊？我调查的结果，这韩风他就是一个厨子呀。韩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一个小小的厨师也敢冒充汉门圣尊？龙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不是跟圣尊并肩战斗过吗？对啊，龙爷，您没见过圣尊的真实模样吗？不错，本院确实与圣尊并肩战斗过，但那时的我还不过是汉门卫青龙团一个小小将领罢了，只是远远的瞥见过圣尊的侧脸，更何况他还戴着面具，我怎么可能看得清楚？您什么意思呀？你也不确定韩风他是不是圣尊？该死的东西，又让老娘白高兴一场！你怎么不去死呢你？就因为本座没戴面具，你们就质疑本座不是汉门圣尊？圣尊至高无上，气势更是天下无双。就你一个小小的厨师，也敢冒充圣尊？今天必须要给本院一个交代，倘若给不出交代，谁也别想离开这个门。龙爷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这件事和韩风……怎么？难道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你不想嫁给叶平身，所以找人来冒充圣尊？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慢着。君泽龙，你说的戴面具可是如此啊！我愿以灵魂的全部忠勇，向大夏效忠。像，太像了！好样的，居然真的把君泽龙给唬住了！再加把劲，只要今天糊弄过去就好了。君泽龙，你身为曾经的汉门将领，就因为旁人的几句挑拨，就不相信汉门圣尊的身份，这就是你对汉门的忠心耿耿吗？我不是叶瑶啊，你不要妖言惑众好不好？就是，问问这里的人，再问问天下人，说圣尊是厨子，这谁会相信？他手里拿着的令牌就是假的，外面 cos 的一大堆。你们张嘴闭嘴说假的。可是到现在，本座也没有听到你们说出如何辨别圣尊令真假的办法。小子，你不要得意，假的总有方法验证的。无妨，叶氏父子没有办法验证圣尊令的真伪，不代表本院没有。什么？你知道如何辨别圣尊令的真伪？老爷，这圣尊令该如何验证？圣尊令的本身材质乃是一块极为罕见的万年墨玉，它遇火灼烧之后便会绽放七彩霞光，闪耀夺目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只需要一个火盆，就可以验证这圣尊令的真伪？不错。来人，取火盆。韩风，你不是很能装吗？
你不是说我们验证不了这圣尊令的真伪吗？我们是不知道，但是龙爷他知道。你呀，就等死吧，月瑶。没想到我们能验证这圣尊令的真伪吧？你别嚣张，现在还没有验证呢。你怎么知道这圣尊令一定是假的？月瑶，赶紧将令牌扔进去吧。如果冒出了七彩霞光，那我就相信他是圣尊。我们父子愿自裁谢罪。这火盆无法验证圣尊令的真伪，扔进去也会没有任何变化。小子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也是，你一个假货，他能不怕吗？小子，把圣尊令扔进去。君泽龙，你如此忤逆圣尊，是想做什么？要么把圣尊令扔进去，验明真伪；要么死。这次真没办法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赶紧把圣尊令扔进去，扔进去就能辨别真伪啊！你扔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啊？老婆，别怕，扔进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你就是假冒的，等死吧你！小子，真是狗胆包天，敢假冒圣尊，其罪当诛！无力回天了。哼，小子，这次可是你自己找死了。我们给过你机会，但你不珍惜啊！我说爸，你跟他说这么多干嘛？早就说过了，只要他主动承认假冒圣尊一事，我们便可以饶他一命。可惜啊，他为了一点钱去搭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吗？现在谁都救不了你，就准备等死吧。李炳深，退下。小子，你可以选择自裁，本院还能留你一具全尸，选择吧。急什么？这不还没验证吗？哼，现在事实就在眼前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韩风，你别装了，咱们还是去给龙爷赔礼，道个歉。我不想你交代在这。现在你是我老婆，就连区区一个叶平深都能把你抢走，我多没面子。你确定当初本座是这么教你们辨别真伪的吗？我说韩风，你教龙爷，你演上瘾了吧？龙爷可是汉门4大战神麾下青龙军团的人，龙爷能不知道吗？你呀，就别挣扎了，等死吧！没跟你说话。君泽龙，回答本座，当初我是这么教你们的吗？小子，证据就在这里，你狡辩没有用的。慢着，拿乙炔来。老爷，拿乙炔做什么？这还有什么变化吗？刚刚是本院疏忽了，木柴的燃烧温度只有1000多度，但万年墨玉至少要3000度的高温才会绽放七彩霞光。目前最快的办法只有乙炔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是不是害怕被验证出来是假的？急什么？真相即将揭晓，你急什么？我还等着看你们叶家自裁谢罪。到现在还在装，你的身份背景，本少早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就是一个颠勺的厨子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你？还和他说什么？等验明真伪，他就得死。韩风，等会儿情况不对，你就赶紧跑吧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没事的，大不了做一对亡命鸳鸯嘛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乐观？小子，你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呀！今天我就看你怎么死。你要是圣尊，本少就跪下吃屎。
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们林家要发达了！这圣尊令是真的，韩风也是真的圣尊。哎呀，他是我们林家的女婿呀！你看，那我们林家要一飞冲天了。龙武院君泽龙叩见圣尊，刚刚多有得罪，还望圣尊息怒。现在我是真的吗？圣尊自然是真的，是属下有眼无珠，属下愿意领罚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们呢？圣尊饶命，我们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，请圣尊责罚。女婿啊，你看这……现在我配得上月瑶吗？哦，是我们月瑶高攀了，高攀了。那还叫月瑶嫁给叶平生吗？圣尊，老夫是林家家主，这件事情老夫做主了。月瑶已嫁给您，自然也不会再嫁给叶平生了。月瑶和叶平生的婚约取消，这还差不多。但是你们林家仗势欺人，狗眼看人低，不配做我韩风的岳父岳母。君泽龙，叶家该如何处置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属下明白。我们走吧。记得把令牌给我送回来。是。恭送圣尊。叶继深、叶平生，龙爷，饶命啊！你饶命啊！你们二人亵渎圣尊，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龙爷，你说这圣尊怎么去做一个厨子呢？这外人也不相信啊。何况这汉门圣尊可是咱们汉门的颜面啊！刀来！啊！那个龙爷，您要杀我们父子，我们无怨，但我们不悔啊！只有临死前，你能满足我们一个愿望，给我一个机会。这传说信物不都在汉门总部吗？对，那汉门内部也是这么说的呀。想想韩风、圣尊令，他哪来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给总部打电话确认是吗？对，龙爷，我怀疑这圣尊令极有可能被做了手脚。只要向汉门总部确认，我们父子愿意赴死。好，那本院就满足你们这最后的要求。我现在就给汉魏圣王莫如雪打电话。圣王殿下，何事？属下想问，圣尊令是不是在总部？废话，圣尊令不在总部还能在哪儿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啊，属下就是问问啊，就是问问。圣尊令果然在总部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这小子他就是冒充的。你想想，圣尊那可是一人战胜24国战神呐，那一下就打爆24国，那是何等恐怖存在！可你再看看这小子，他浑身上下哪有半点强者气息？本院确实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任何强者的气息，此事不及盖棺定论。至少，我觉得这块圣尊令它不像是假的，待我斟酌一番再做定夺。君泽龙怎么会突然问本王圣尊信物的事情？难道说他有圣尊的消息？不，如果他有消息，该第一时间禀报才对。去给我彻查龙武院长君泽龙最近在干什么，我要最详细的情况。今天康盛龙城林家老爷子举办生日寿宴，林家千金林月瑶带着自己的老公，自称是我们汉门的圣尊，而且还手持疑似假的圣尊令。什么？假的圣尊令？君泽龙查了吗？他也曾追随圣尊，他应该知道圣尊令的真伪如何查证。圣王殿下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现场的宾客称君泽龙验证是真的，但叶家的父子怀疑是假的。君泽龙干什么吃的？叶家父子怀疑他，他就打电话给我。圣王殿下，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韩风干了3年的厨子，圣尊再怎么也不可能去干一个厨子。
来人，备车！本王要率亲卫队去龙城走一走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。吾等恭迎圣王殿下降临。都起来吧。谁来给本王讲讲林家寿宴的事？圣王殿下，在林家寿宴上冒充圣尊的那个人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他就是一个厨子。他跟林月瑶是通过相亲认识的。圣王殿下，我们都坚信一个颠勺的厨子还去相亲的人，这怎么可能是圣尊殿下呢？别说你们，连本王也不相信。这些年来追求圣尊的女子数不胜数，圣尊若是寻求伴侣，根本用不着去相亲。圣王殿下，他的圣尊令属下是亲自验过，确实是真的圣尊令，虽然存在造假的可能，但看着可不像。总部的圣尊令才是为了迷惑众人的造假的令牌。只是圣尊消失了3年，圣尊令怎么会出现在韩风的手上？难道这个韩风知道关于圣尊的消息？本王将在龙城设下王者之宴，你们父子负责邀请韩风和林家众人前来赴宴，届时本王就能验证韩风到底是不是真的圣尊。若是不是，就地诛杀，林家灭族。是。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悬啊，还好糊弄过去了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，可不敢有下一次了，吓死人了。看你这个样子，没必要，有什么好吓人的？你现在说了情愫，你当时肯定也可害怕了吧？哎，对了，你那个令牌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连那个君泽龙都能糊弄过去？你玩 cos 挺下血本啊？那是，咱玩的就是一真实的。不过你也得给我抽点时间出来，也得应付一下我父母了。好说好说，当时都说好的嘛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个死丫头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都被你害惨了？妹妹，你现在马上和韩风离婚，嫁给叶少。雪瑶啊，我告诉你，人家叶少已经把你们的把戏都拆穿了，你现在跟他离婚还来得及。林海山，上次本座放了你们林家，现在你又来找死了是吧？姐，您别胡说，要是惹了韩风，他可不会饶过你们的。妹妹，我不明说是给你面子，你还真把他当圣尊了。死丫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假的汉门圣尊，你现在赶紧和他离婚，嫁给叶少。你帮着他冒充汉门圣尊，这个事儿已经惊动汉魏圣王莫如雪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汉魏圣王莫如雪已经来到了龙城。龙爷已经将你们的事情向汉门总部汇报，汉魏圣王闻言十分震怒，亲自飞抵龙城，明日在龙城皇庭酒店设王者之宴，你跟韩风必须去，这个是圣王下的命。完了，汉魏圣王，这是汉门4门1卫的绝对高层，莫如雪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啊！怕了？怕什么？我们家韩风就是货真价实的汉门圣尊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叶平深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看来君泽龙违背了本座的命令。一个厨师冒充圣尊，你配吗？嘿，先前君泽龙见到本座跪下了，你信不信莫如雪见到本座也得下跪？龙爷之所以会误以为你是圣尊，那是因为龙爷在战场上只见到圣尊戴面具的模样，没有见到圣尊摘面具的模样，所以才会让你糊弄过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汉魏圣王可是圣尊的贴身卫队，日日伴随圣尊左右。据闻汉魏圣王更是自小陪圣尊长大的人。你们可能没见过圣尊的真容，但汉魏圣王莫如雪肯定见过。
而且圣王殿下发话了，一旦确认你是假冒圣尊，就地诛杀，林家灭族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把君泽龙敷衍过去，但莫如雪这里该怎么办？他可是日日陪伴圣尊左右的人，他一眼就能看出韩风是假的。我说小子，你就是一个颠勺的厨子而已，赶紧跟月瑶离婚，免得祸害他跟林家。你呢，自己一个人去认罪赴死，说不定还能保住个全尸。为什么？或者说，谁有资格让我死？看来林月瑶给了他不少钱，居然让他坚持到现在。月瑶，你还要坚持吗？之前凭借我叶家跟龙爷的关系，还能勉强替你们林家求求情，但现在可是圣王，圣王殿下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，他一旦震怒，就算是我叶家，也没办法帮你们林家求情。我不需要你为我求情，我也不会嫁给你这个人渣。林月瑶，月瑶，这么多年真是白养你了，我连我的死活你都不管，你非得让我死在你面前，你才甘心吗？啊！叶伯父也将升任龙武院副院长，将来权势无双，嫁给叶少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知道你们要挑战的是什么吗？有我韩风在，谁都动不了我老婆，就连莫如雪也不行。滚蛋！要不然让你们横着出去。行，你们狠，你给我等着你！走。全完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我们到时候就说崇尚圣尊 cosplay 嘛。哪有那么简单的事？那可是莫如雪，就连号称康省第一人的君泽龙在他面前都乖得像一只小猫一样。你上次是戴着面具糊弄了君泽龙，那你明天一定要一直都戴着面具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圣王殿下，属下想问，圣尊令是不是在总部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圣王殿下，如果圣尊令真的在总部的话，您就不会亲自来到康省，而是直接下令将韩风处死即可。可如今您亲自莅临康省，属下斗胆猜测，恐怕圣尊令不在总部吧？甚至圣尊也并非像传闻说的那样，在总部闭关修行。你猜的没错，圣尊确实已经消失3年了。什么？真的已经消失3年了吗？3年前，圣尊率4门一卫与24国决战在西天门，但那场战争胜利过后，圣尊就消失了。但这件事情属于机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有人在恶意散播圣尊消失的消息，这才会在上流社会广为流传？没错。而且将这个消息散播出去的人，一定是我汉门叛徒。只是时至今日，本王都没有查出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叛徒？您是说，有人要恶意加害圣尊？其实，在大战前夕，圣尊就已经中毒了。但是当初大战在即，为了不影响军心，所以就将此事瞒了下来。这件事情也只有本王和圣尊知晓。大战在即便已中毒，所以这也是本王这次如此急忙赶来龙城的原因。若是24国得知圣尊失踪的消息，他们必定会再起大军伐我大夏，所以要尽快找到圣尊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周边24诸国还没有大的动作，完全是倚仗着圣尊的威名在震慑着。可如果一旦让他们知道圣尊消失的消息坐实，那我大夏岂不危也？所以时至今日，本王倒真的希望那个韩风就是真的圣尊。若圣尊尚在，又岂容周边诸国猖狂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呀？生意上的事还上一次合同，祝您生意兴隆啊！叶大少，您今日举办这王者之宴，可是为了叶家主荣升龙武院副院长之事啊？那肯定是啊，龙武院的副院长
这可是咱们康省的2号人物啊！诸位，随我一同去拜见圣尊吧。这些都是康省的豪门家主，你说话要注意一点。待会儿要是被拆穿了，可就完了。玩的就是一真实，不过这不还没被拆穿吗？一会儿咱得表现得沉稳一点，要不然怎么能镇得住莫如雪？你还是注意一点，别玩太过了。各位都散了吧，不用管本座。站住！干什么？这个座位可不是给你留的。纵观全场，有谁的地位比本座高？这高台守卫不给本座，给谁坐？韩风，你可别找死！这个位置除了圣尊大人，还有谁敢坐？对，连圣尊都没有资格，咱们谁还有资格？对，如果今日圣尊前来，那这高台首座自然是留给圣尊，而他韩风根本就不是圣尊，他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怎么回事？不是韩风自己说他是圣尊的吗？诸位，其实韩风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名颠勺的厨子。什么？颠勺的敢冒充圣尊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冒充圣尊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这韩风是找死吗？是啊，一个颠勺的，真有这么大胆？诸位，稍安勿躁，此事千真万确。这韩风在林耀全的寿宴上就已经开始冒充圣尊了。汉门震怒，汉魏圣王莫如雪夜赴康省，这王者之宴就是让我叶家举办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这王者之宴之上揭露韩风的真面目，将他绳之以法，心服口服。胡说，你说的根本就不是真相。我胡说？如果龙爷真的验这韩风为圣尊，那我现在理应给他跪下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我早就听说林月瑶傲气，不愿嫁给叶少，这肯定是花钱找的挡箭牌，冒充圣尊，林家要完了。诸位，今天的事情跟我们林家可真没关系啊！还在上面给我干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林月瑶，你现在马上和他断绝关系。上次本座是想让你们父子死，但现在本座是想灭你们叶家满门。小子，想让我们叶家满门，够格吗？小子，你就继续嚣张吧，待会儿圣王殿下莅临，我看你怎么死。圣王殿下那是汉门4门1位的绝对高层，他可不会像我们这样对你心慈手软。一旦他揭穿你的真面目，就是抵死不认，也得死。今天本座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给本座磕头认错，自裁谢罪，本座可以保你们一个全尸。小子，你敢在我们众多世家面前狂？好，待会儿圣王殿下来，我希望你也能如此狂。今日别说是你们，就是莫如雪来了，也得给本座叩首参拜。大胆！我建议把这狂徒抓起来。韩风，快别说了，会要命的。林月瑶，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林家上下吗？小子，你竟敢对圣王出言不逊，你死定了！死定的是你们叶家，你们对本座不尊，出言不逊，其罪可诛，以9族。小子，你还这么装？待会儿圣王殿下前来揭穿你的时候，刀架在你脖子上，看你是不是还能这么硬气。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。只可惜林家了，要为这样的一个厨子陪葬。你们这些人在本座眼里如同草芥，又是什么东西？如同草芥？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可都是我康省名流世家豪门。这位是康省金融巨鳄刘家家主，身价100亿。这位是康省钢铁巨头钱家家主，而这位更是康省能源霸主孙家家主，资产1000亿。小子，你在他们眼里算什么？这里随便站出来一个人都能捏死你。蝼蚁纵使万千，不可斗下；点星也望与皓月争辉。本座一句话就能让你们灰飞烟灭。你快少说点儿。小子，连林月瑶都害怕了，你还这么狂？你是真不怕死啊？死？
今日本座就坐在这里，纵观全场，谁能杀本座？那本王呢？圣王殿下，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可跟我们林家真没关系啊！圣王殿下明鉴，这个韩风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林家的女婿，我们没承认他。圣王殿下，您看这韩风到现在还这么装，还这么狂。他说连您见到他都要给他跪下。让开！可千万不要被拆穿了，否则就完了，死定了。林月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连我汉门圣尊也敢找人来冒充，林家是想满门抄斩吗？圣王殿下呀，都是这个韩风他为了钱才骗我们月瑶，冒充圣尊的呀。林月瑶，在圣王殿下面前，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。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有怎样的后果吗？我没有。还不承认？月瑶，你想让你父母给你陪葬吗？月瑶，你就承认了吧，你就说是韩风逼你的。你说啊，你要不说的话，我们全家都得死。林月瑶，叶家曾为汉门立下功劳，本王今日可以看在叶家的面子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实交代，否则死。莫如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座的女人也是你敢质疑的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这莫如雪，回答本座的问题。本座的女人也是你敢质疑的吗？哼，韩风，你说你是圣尊，你怎么证明啊？证明？你是叫本座证明自己的身份？怎么？难道不需要吗？君泽龙，汉东人士，曾隶属汉门4门一卫中神武门青龙战神麾下。青龙军团虎贲中郎将。25年前，你参军入伍。10年前，大夏与北方狼族爆发天狼山决战，你随本座10当10决，但也身受重创，在鬼医门休养半年康复，这够了吗？你莫如雪，采南省人士，12年前以少女之身参军入伍，5年前随本座参加北海决战，大战历时2月有余，最后一战历经2昼夜。你身受重创，在鬼医门休养3月有余。3年前，周边的24国联合100万大军伐我大夏，本座率汉门与24国决战西天门，大战历经3月有余。这一战，本座击杀24国96名战神，这些够了吗？你们还要不要继续听？回答我！不是。16年前，本座10岁时拜师汉门上任圣尊，成为其关门弟子。15年前，本座被立为汉门少主。12年前，师尊战死沙场，本座接任汉门圣尊位。同年，天狼国大魏国得知师尊战死，西起100万大军伐我大夏。本座以14岁之龄，率汉门4门一卫迎战。10年前，北方狼族再起100万大军犯境，本座率军荡平北方狼族。本座为国征战10余年，大小战事历经数百场，多少次在死亡边缘徘徊。你们告诉本座，本座需不需要向你们解释？你们配质问本座有什么资格吗？回答我！他真的是一个颠勺的厨子吗？圣王殿下，他说的恐怕都是真的。我25年前参军入伍，在汉门服役22年，3年前才转业退伍，来到了地方担任龙武院院长之职。他刚刚所说的战役时间、地点以及参与诸国都是正确的，莫非真是圣尊不成？圣王殿下，龙爷，你们可不要被这小子给骗了。他刚才所说的这些资料，在网上一查就有。韩风，你要是还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，你只是说这些，那也证明不了你的身份啊。
叶季山说的没错，这些消息只要去查背下来就可以。本王要你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没想到韩风准备这么充分，虽然莫如雪这样说，但明显感觉到他似乎被震撼到。圣尊通过诸多战役守护我大夏边疆，打服周边诸国，使我大夏依然屹立在世界之巅。周边诸国无一不对圣尊闻风丧胆，只要圣尊一句话，他们便不敢再犯境，这是何等的荡气回肠！韩风若是真的圣尊，本王必将3拜9叩；如若不是的话，你知道后果。圣尊乃我大夏精神信仰，12年来护卫大夏安危，实乃我大夏国之柱石。而如今更有汉门不可传，圣尊不可辱的规定。而你冒充圣尊，其罪当诛灭满门，以儆效尤。你们说的这些诛九族、灭满门，本座已经听够了。现在本座就想问你们，如何证明本座的身份是假的？韩风，其实想要证明你的身份也很简单，只要你摘下面具。虽然本院没有见过圣尊的真容，但是圣王大人见过。我敢说，他不敢摘，因为他一旦摘下面具，圣王殿下一眼便能看出他的真假。你不是说自己是汉门圣尊吗？那你就当众摘下面具，让圣王殿下看看，是不是真的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林月瑶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你就别管了。韩风要去死，就让他去死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是我的家人，为什么宁愿相信这些外人说的话，也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？相信你的话，不可能，除非他韩风当众摘下面具。韩风，摘掉面具，验明正身。你不是说自己是汉门圣尊吗？那就摘下面具。怎么，怕了？怕了，那就跪下来领死。你最好自己把面具摘下来，不要逼本王亲自动手。真是想一错再错。我问面具是摘还是不摘？好，你想看，本座就给你看。韩风，你干嘛？你要真把面具摘了，咱们就死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谁说我们死定了？连你也不信我？我信你什么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圣王可是和圣尊日日相伴的人，岂能没有见过圣尊的真面目？你放心吧，你跑路吧，我替你顶着，你赶紧逃。你们当本王耳聋吗？今日若没有本王的命令，谁敢离开这里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面具赶紧摘下来，否则死！你想看，那便给你看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次是彻底完，一点活路都没有了。莫如雪，圣尊驾临，众卿贵迎。吾等恭恭敬圣尊。如雪，四门72院，有事禀奏，无事散去。小子，你还真敢摘呀！哼，等死吧你！呸！他还真去找死！圣王殿下，这个韩风可跟我们林家没有丝毫关系呀！他敢冒充汉门圣尊，应该立即诛杀，以儆效尤。小子，本少先前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自己不珍惜啊！你现在为了一点钱就要搭上自己的性命，林月瑶，你最终还是逃不掉。叶少给过他机会，他居然不要。小子，你听到了吗？今天你必须死，我说的，这也是你跟本少抢女人的代价。等你死了，我会把你的女神拖上床慢慢玩。哎呀！圣王殿下，圣王殿下，这是为什么打我呀？捍卫圣王莫如雪叩见圣尊，末将不知圣尊亲临，多次对圣尊顶撞，压迫圣尊，还请圣尊恕罪。这什么情况？我没有在做梦吧？我只是随便找了个人来当挡箭牌，冒充圣尊，结果居然找来个真的。
韩风，你真的是圣尊啊？可能是长得比较像吧。不是，你别吓我。不是，圣王殿下，你搞错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厨子，他怎么可能是圣尊呢？圣王殿下，我们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这小子他就是一个厨子。你想想看，圣尊那是力战24国的战神，14岁就能征战率军的绝世人物，其行为极其恐怖。您再看看这小子，他浑身上下哪有半点残忍气息呀？是啊，圣王殿下，我确实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任何的气息，这完全就是个普通人啊！你会不会搞错了？曾经，本王只是一名街边的孤儿，直到10岁那年还在流浪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圣尊把我接回了汉门。从那时起，本王就成为了他的侍女。直到14岁时，本王不顾圣尊的反对，执意加入汉卫。自此，本王陪在圣尊身边数10年。你觉得本王会看错吗？圣王殿下，还请息怒。不过属下确实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任何强者的气息啊！有没有种可能，只是寒风，他与圣尊神似，天下间不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！圣王殿下，这件事情还请三思啊！他的确和圣尊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圣尊是自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杀神，杀敌何止过万。圣尊身上的杀气是惊世的，根本就不可能有如此平和的气息。难道当真是神似？不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他必须是圣尊。莫如雪，本尊让你站起来了吗？请圣尊恕罪，这里有人不相信您是真的圣尊。末将倒有一个方式可以证明。你们不是不相信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圣尊吗？本王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拿上来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你见过什么呀？我也没见过，不知道啊。圣王殿下，这块玉是？此为我汉门之宝，名为五行玉，它可以检测出修炼者的功法属性。若是曾经没有修炼过的，五行玉将毫无反应；若是之前修炼过后修为尽废的，它也可以检测得出。圣尊的修炼功法名为九天真龙诀，这也是历代圣尊的修炼法门。其功法的属性为金，并且在检测过程中会绽放出独有的金龙虚影。若是寒风把手放在上面，五行玉绽放出金龙虚影，则说明它是真的；若是没有，则说明它是假的。这个总可以了吧？可是他真的能检测出来吗？那是当然。本院修炼的是木属性的功法，自然散发的是绿色的光芒，一种属性对应着一种颜色。你若不信，可以上前来一试。我可以试试啊。这是真的，我练的就是土属性功法，真的能检测出来。糟了，样貌可以神似，但是修为可没有办法伪造。寒风就是个普通人。圣尊，还请恕属下不敬之罪，还请您把手放在上面，以便他们相信。不用了吧？你刚刚的话还不能证明他就是圣尊吗？寒风，你可千万不要放在上面，这要是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咱们真的就死定了。林月瑶，你不要出来捣乱。之前不论是圣尊令还是面具，那都有可能造假，甚至连寒风本身也可能只是和圣尊神似，唯有这五行玉才能真正验明他的身份。谁说我们不敢了？我就是觉得没必要。刚刚莫如雪的话，难道不能证明我老公的身份吗？那既然敢，就不要说有没有必要。现在他的身份还没验明，我觉得很有必要。圣尊，请。莫如雪，这就是你对待本座的态度？当年本座将你从街头带回，破例提拔为汉门圣王，你现在是想造反吗？圣尊息怒，这么做也是为了验证您的身份，
一旦您的身份验证成功，属下和圣王愿一同领罚。不过现在还请您把手放到五行玉上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不，我看你是不敢吧？你把手放上去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今天圣尊的身份就要被拆穿了。小子，老实说说你的身份，也许还有可能活着，只需要去监狱过完下半辈子，但至少还能活。千万不要为了一点钱而丢了性命。哎呀，我说爸，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他肯定是假冒的呀，说不定他现在的样子都不是他自己的，他肯定是去整容的，要不然他为什么一直迟迟不敢把手放上去啊？谁说本座不敢把手放上去的？本座把手放上去又如何？韩风，你别傻了，没听到他们说的吗？你会没命的。夫人，你放心，圣尊一定会证明自己的。放心吧，相信我。哎呀，我们林家这下真是完了！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们林家会被一个厨子给拖累垮掉了。林月瑶，你就是我们林家的罪人啊！我也不想这样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不是说自己是汉门圣尊吗？为什么你的手放在这上面，这五行玉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我看你就是假冒的。这小子容貌肯定是整容了，他心里肯定想不到。可是假的就是假的，你从来没有修炼过，所以五行玉一下就检测出来了。你们别急啊，谁说本座是假的？韩风，经五行玉认证，你的身份根本就是假的，居然还在抵死不认！龙爷，我提议立即将这小子处死。他不仅假冒圣尊，屡次欺骗我们，刚才还假借圣尊的名义让圣王下跪。小子，你知道让圣王给你下跪结果是什么吗？圣王殿下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，你让他跪下，这个罪过，估计你有几颗脑袋都扛不住吧。龙爷，既然现在已经证明韩风是假冒的圣尊，那我建议立即就地处死，林家灭族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的天，左阳，这是你看见没有？天哪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金色光芒和金龙虚影？不可能啊！这见过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金龙虚影？莫如雪？这肯定不是真的，我应该是眼花了，我应该是眼花了。妈，我们家又发达了！看来这韩风真的是汉门圣尊，这金龙虚影和圣王殿下说的一模一样。嘿呀，太好了！圣尊是我们林家的女婿，嘿嘿，我们林家就要飞黄腾达了。我看你们谁还敢阻止我们林家飞黄腾达？他不可能是汉门圣尊，他只是一个厨子，他不可能是汉门圣尊。混账！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爸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呀！孽障！你想让我叶家满门抄斩吗？难道圣尊的修为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？难怪我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丝毫修炼者的气息。诸位，见圣尊不拜，你们是想要造反吗？操！
参见圣尊！参见圣尊！你不是假扮圣尊，也不是容貌神似圣尊，你是货真价实的汉门圣尊。叶继山，叶平生。是下在，这回可以证明本座的身份了吧？能。现在本座坐在这里没问题了吧？此位就是专为您而设的。叶平生，回话呀！哑巴了！刚才你那种嚣张的气焰呢？圣尊，是我冒犯了，求您饶我一命。就真的只是冒犯？圣尊在上，叶家父子不仅犯了大不敬之罪，而且还撺掇他人肆意辱骂圣尊，论罪当诛。不，圣尊，求求你！莫如雪，欺君罔上，以权谋私，欺压良善，为祸一方，何以罪论？回禀圣尊，当数罪并罚，满门抄斩。圣尊饶命啊！圣尊饶命啊！圣尊，求您看在石家的面子上，饶我们叶家一命，饶我们叶家一命。石家？你傻了吧？叶平生，石家跟你什么关系？圣尊，我姐姐叶梅嫁给了大夏第一石家继承人石明泽为妻，据闻石家老祖曾为上一任的汉魏圣王，求您看在这个上面，饶我们叶家一命。圣尊啊，我们之间从没见过您，也没见过圣尊令，我们才犯下滔天祸事，求您看在石家的份上，饶我们一命。你觉得可能吗？莫如雪，末将在。叶家满门当灭。末将领旨。不过圣尊，还请您随末将上一下2楼，末将还有一些事情要汇报。待汇报过后，末将便灭叶家满门。好，那我们就上2楼。你们2人也跟着过来。是。莫如雪，你叫我们上来。好了，别装了，这里又没别人。莫如雪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圣王殿下，您这般同圣尊说话，恐怕不妥吧？哼，他不是我汉门圣尊。什么意思？那刚刚在楼下怎么解释？刚才五行玉之所以会有反应，散发出夺目的光辉，是因为本王在其中动了手脚。什么？圣王殿下，您说您在五行玉当中动了手脚，可这为什么呀？什么？你不是汉门圣尊？没意思，这么快拆穿我干啥？哼，你若是想继续装下去，也不是不行。3年前，24国合纵起兵100万伐我大夏，在大夏危在旦夕之时，是圣尊亲自率兵前往迎战。这一战前后打了有3个月，最后一战更是连战了7昼夜，最终我大夏惨胜。这场战役过后，圣尊却失踪了。这3年来，圣尊并未露面，周边诸国也开始蠢蠢欲动，浮想联翩。近日边疆更是频繁爆发军事冲突。可这跟我们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林小姐，您先别着急，听圣王把话讲完。他们现在之所以只敢挑衅，而不敢明目张胆地打上来，是因为他们无法确认圣尊是否真的失踪。若是圣尊再不出现，他们或许会先开展试探性的攻击，最终圣尊若再不现身，他们就会改为全面进攻。届时，我整个大夏就会硝烟四起，西疆、北疆、南疆将再无安宁。而以24国的兵力，除非圣尊在，否则我大夏绝非敌手。所以，您在下面帮助韩风冒充圣尊，是想让他继续伪装下去？对，韩风的样貌和圣尊几乎是一样的，但是唯一不同的是，圣尊杀敌无数，实力恐怖，杀气冲天，而韩风的气质却趋于平和。不过
样貌相似就可以了。我明白了。所以您在明知道韩风不是圣尊的情况下，却还帮他继续伪装，就是因为他的相貌与圣尊神似。没错，所以韩风即使不是圣尊，他也必须是。就算是要假装，也要假装到底，直到我找到真正的圣尊为止。所以这件事情，除了我们4个人之外，绝对不能让第5个人知道，韩风就是假冒的圣尊。圣王殿下，可韩风就是普通人，这样做是否会有性命危险？我要听真话，我不听假话。好吧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会有危险，因为有人想杀圣尊。什么？有人要杀圣尊？3年前，在西天门大战前夕，圣尊就中毒了，而且是有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。汉门内部有叛徒。但是本王至今不知道这些人是谁。那些负责圣尊吃食的人，在给圣尊送完食物回去之后，却纷纷暴毙，这也是本王无从查证的原因。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人就是汉门高层，而且想对圣尊不利。我不关心这些，不过你是想让我继续假扮圣尊，肯定还有其他条件吧？只要你答应，本王会立刻带你回帝京召开新闻发布会，用最短的时间昭告全国圣尊已经现身的消息，以用来稳定军心，同时震慑周边诸国。万一被拆穿了怎么办？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不做了。放心，不会的。若有人坏本王大事，本王要他的命。更何况这件事已经由不得你们了。由不得我们？这件事情万一被拆穿，可是会丢命的。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。这关系到我整个大夏亿万子民，关系到民族存亡。若是圣尊再不出现，不出10日，边疆战火起，大夏灭国，近在咫尺。林月瑶、韩风，你们也是大夏子民，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做，这个责任你们也必须担起来。莫如雪，你别吓我呀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说的这些我可承担不起，并且像你说的这些责任，也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承担的。韩风，只要你答应继续假扮圣尊，你要什么本王都可以给你，权势、地位、财富，应有尽有。待找回真正的圣尊后，本王还可以为你向圣尊请功，请他封你为汉公，成为汉门的2把手，权力和地位仅在本王之下。汉公，这可是绝对的高层，汉魏的2把手。韩风，这多么优厚的条件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条件确实挺优厚的，但说实话，要是普通人肯定就心动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这人比较特别，我对这些没兴趣，就想做个老百姓，钱够用就好。况且我老婆也挺有钱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这些条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而且圣尊再不露面的话，我大夏会有亡国之危啊！我知道，但我对这些没兴趣。圣王殿下，你的条件确实很好，很让人心动，但是我们还是不掺和这件事情了，毕竟我们就是普通人。你听到了吧？我老婆都说不行了。韩风，只要你答应本王，本王可以封你的妻子林月瑶为汉门万商院的荣誉院长，赐天剑，掌我大夏金融。掌大夏金融，万商院荣誉院长，那不就是大夏商界第一人？如何？你还满意吗？算了吧，这件事情有生命危险，不值得。你说的真的？认他为万商院荣誉院长，掌大夏金融？韩风，你干嘛？这件事情稍有不测会丢命的。合作愉快。放心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合作愉快，相信我，待找回真正的圣尊，必有重赏。韩风，这样做值得吗？真的会丢命的。但他说认你为万商院荣誉院长，哎。可我可以不要这些，这不值得。我知道，你值得这一切。以后没有人再逼迫你了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我老婆呀。
石家继承人石明泽前来觐见圣尊，请圣尊出来一见。林兄啊，这次你肯定要替我们求情的。你看我们叶家平时对你们林家也不薄啊。林伯父，伯母一摇，这次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，我们叶家只有你们能救我们了。你们父子俩还是离我们远点吧，自己做了什么事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就是，你们之前如此奚落圣尊，现在还想活？你们确定吗？还是离我们远一点吧。我们林家是即将成为大夏第一世家的存在，你们叶家就等死吧！小小林家也敢如此放肆！这是谁啊？姐夫，你们这次可得救我们呀，要不然我们叶家可就完了。对，妹啊，明泽，这回你真的得救我们叶家，不然我们叶家真完了。爸，平生，你们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叶家灭不了。哼，你们的口气倒是不小。你知道叶继山和叶平生得罪的人是谁吗？他们得罪了汉门圣尊，圣尊已经说了，叶家满门抄斩。就算你是再大的人物，你能打得过人圣尊吗？我们自然打不过圣尊，但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们谁啊？这位是石明泽，泽少，大夏第一氏族石家的继承人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我石家老祖曾任汉门上任圣王，卸任后被封为大夏异姓王。我家老祖出面，就算是圣尊也会给这个面子。倒是你们见到本少还不过来行礼？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妹妹林月瑶即将嫁给圣尊，不久后圣尊就会全力扶持我们林家。大夏第一世家的位置是我们林家的。你们林家的？哼，那我倒要叫圣尊出来问一问了。石家继承人石明泽前来觐见圣尊，请圣尊出来一见。闭嘴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居然让圣尊出来见你？我告诉你，就算圣尊出来见你，大夏第一世家的位置也是我们林家的。你们是在准备让出位置吧你？哼，你们是不是狂得太早了？你们女婿还不一定就是圣尊。待本少验明以后，第一个找你算账。你们要找谁算账？石明泽，你太放肆了！你是想造反吗？莫如雪，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，我这也是为汉门好。我家老祖可是上一任汉魏圣王，圣尊之位不是谁都可以做的。如果冒出一个人来窃取神器，那将是我大夏之祸。
所以还是验明正身比较好。哼，石明泽，你最好还是退下去。圣尊的身份，我们已经经过五行域验证过了，在场所有的宾客都是见证人。这韩风就是圣尊。哼，君泽龙、莫如雪，你们二人该当何罪？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们是在欺我无知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圣尊的真名叫什么？告诉你们，本少知道，圣尊的真名叫韩子云，不叫韩风。明泽，你确定吗？我当然确定，这是我家老祖告诉我的。圣尊的名字叫韩子云，这是圣尊和我家老祖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叫的名字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居然敢帮韩风假冒圣尊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都给我闭嘴！圣尊3年前回龙城老家休息，怕被认出来，所以化名韩风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不错，更何况圣尊的身份可是经过五行域验证过的。要是你家老祖来了，还差不多。你不够格。你少拿五行域来说事！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其中的猫腻啊？能让五行域引发金龙虚影的人，不只有圣尊，他莫如雪也能做到。石明泽，不要在这胡说八道，否则本王饶不了你。莫如雪，你别吓唬我了，你不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家老祖早就告诉我了。诸位，你们知道吗？如今的汉魏圣王莫如雪，当年啊，不过就是个流浪街头的小乞丐。后圣尊将你带回汉门，从此你成为圣尊的侍女。后来圣尊将9天真龙诀传授给你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家老祖卸任以后，你能够成为现任汉魏圣王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你算圣尊的半个弟子。姐夫，也就是说，这莫如雪的功法和圣尊功法一样？没错。如果莫如雪想在五行域上动手脚，让五行域散发金龙虚影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。所以五行域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。哦，我就说嘛，一开始韩风把手放上去的时候，五行域什么动静都没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出现金龙虚影。原来你作弊呀！看来我们在当时都被骗了呀！这韩风就是个假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韩风他到底是不是圣尊？我觉得是真的吧，这圣王殿下不都证明了吗？他可一定要是圣尊啊，不然我们林家就死定了。石明泽，你是想造反吗？石明泽，今天你说圣尊身份是假的，然后又请了你所谓的高手来挑战圣尊，你告诉我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说出向圣尊讨教这样的话？你这狗脑子还在不在脖子上？君泽龙，别给我扣造反这顶帽子，本少戴不起。本少今天前来，就是为了验证圣尊真伪。如果你们觉得本少向圣尊讨教大逆不道，那行，我换一种你们能接受的。这是神器诛仙剑。这真是诛仙剑！诛仙剑，龙爷，为何你们听到诛仙剑如此色变？神器诛仙剑是圣尊的本命法器，只有历代圣尊会用自己的战斗意识融入其中磨练，以达到心意相通的地步。所以普天之下，除了历代圣尊，无人能拔出诛仙剑。不错，这诛仙剑可是有强大的威能，据说有一剑开天地之说法。哼，你们说的没错，神器诛仙剑是验证韩风是不是圣尊最好的办法。诛仙剑只有历代圣尊才能拔出，只有历代圣尊才能拔出。韩风只是假冒圣尊，除了样貌神似外，其他方面根本就不是圣尊，他不可能拔出这诛仙剑。这岂不是莫如雪？那你能拔出来吗？他当然不行。他虽然修炼了9天真龙诀，但是没有接受圣尊传承。唯有接受了圣尊传承，沾染了历代圣尊气息，才能拔出诛仙剑。
姐夫，那是不是韩风能拔出这诛仙剑，那就说明他是真的；如果他拔不出，那就说明他是假冒的呀。没错，尊敬的圣尊大人，请吧。如果你能拔出诛仙剑，那本少就承认你是圣尊；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假的。等着诛九族吧。这下完了，诛仙剑根本就不是他能拔得出的，难道这就要露馅了吗？小子，等什么呢？赶紧拔呀！为什么不拔？难道很难吗？石明泽，神器诛仙剑一直在我汉门总部，谁允许你私自把它拿出来的？这是圣尊的神器，没资格拿。你别转移话题，我可没私自拿出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家老祖可是上一任捍卫圣王，拿诛仙剑是为了验证圣尊真伪，自然可以。圣王殿下，你还有问题吗？石明泽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治你石家大不敬之罪吗？哼，你要治我大不敬之罪，你还不够格。更何况本少今天前来，就是为了验证圣尊真伪，何罪之有？小子，赶紧拔呀！只要你能拔出诛仙剑，本少立刻向你请罪。但如果你拔不出来，可就别怪本少心狠手辣了。冒充圣尊，诛九族都不为过。拔剑，石明泽，你胆子倒是不小啊！你可知本座的诛仙剑一旦出鞘就要见血？你是准备给诛仙剑献祭吗？你别吓唬本少，你先拔出来再说。你不给诛仙剑献祭，我拔出来也没什么意思。哎呦，姐夫，他这明显就是托词。刚才他用五行玉验证的时候，他把手放上去，一直都没有反应，直到后面才出来的反应啊！五行玉的事那是之前的，本少现在让他拔出诛仙剑。小子，赶紧拔呀！是不是不敢拔呀？一把剑而已，本座有什么不敢拔的？一把剑而已，那你倒是赶紧拔出来证明自己啊！圣尊在上，石明泽胆大妄为，肆意胡来，还请您下令，容末将斩不臣石明泽，以儆效尤。圣尊在上，请斩杀石明泽，以正圣尊威严。无妨，一把剑而已，本座怎么就拔不出来？混蛋，这是诛仙剑，普天之下除了圣尊，谁能拔出？圣尊，石明泽不过是石家区区的一个继承人罢了，他近日屡次三番的冒犯您，还请您三思啊！不用。哎呀，拔不出来就说拔不出来嘛，你以为拖延时间有用吗？啊！姐夫，这韩风现在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，让他赶紧拔剑。韩风，本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拔出诛仙剑，本少可以考虑饶你不死。本座这个人最不喜欢受人威胁，尤其是你这种小人物。不拔是吧？可以。如果你真是圣尊，那击败我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如果你不是圣尊，那你只有去死了。韩风，拔剑！石明泽，你是想造反吧？本少说过，拔出诛仙剑，本少请罪；拔不出，你死。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退后还来得及。我若说不呢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拔出诛仙剑？他真拔出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圣王殿下，他怎么拔出来了？我不知道啊。这把剑本来就是本座的，有什么拔不出来？跪下！石明泽，你多次以下犯上，意图谋逆，论罪当诛。不，圣尊，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！这些年冒充圣尊的人太多了，我家老祖非常重视此事，所以才让我如此行事。这也是不想损害圣尊的声誉啊！圣尊，我们家明泽也是为了汉门好啊！
要是不辨真伪，万一被人冒充，岂不是会败坏圣尊的军威啊？冒犯？你们可知普天之下，谁还能让莫如雪为其作证？你们死定了！大夏圣使到！请汉门圣尊上座。本座在此。圣尊闭关3年，今大夏边疆战火重燃，周边诸国起兵100万，请圣尊速归帝京。3日后，帝京册封大夏王，执掌大夏兵事，誓师出征。边疆的战事已经确认了。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情报，半月前周边诸国就在准备，最迟半月后就会爆发战事。本座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石明泽、叶继山、叶平山，你们还有活着的必要吗？圣尊饶命！圣尊饶命啊！圣尊饶命！圣尊饶命啊！请听末将一言。说。如今战火重燃，正是用人之际，石家和叶家皆为要员，不若让石明泽和叶家父子2人上战场，戴罪立功。既然看在莫如雪为你们求情的份上，今日本座就放了你们。再有下次，死！现在石明泽还不能杀，否则石家老祖暴怒，局势会稳不住的。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出去！女仙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和圣尊是家人，这不是说说话吗？对，我们还有要事商议，请你们离开。看你俩干什么呢？这圣王和咱女婿还有要事商量，咱们先走吧。坐。行了吧，快下来吧，还真当自己生存啊！快下！我说你小子怎么能拔出诛仙剑的？这诛仙剑可是圣尊的本命神器啊，除了圣尊，别人绝无可能拔出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真的是圣尊？哎呀，刚才石明泽的剑都刺过来了，我想着横竖都是一个死，还不如试试呢。结果一试，还真就给我拔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是不可能！传闻啊，这诛仙剑只有圣尊才能拔出，其他人绝不可能拔出的。你不会真是圣尊吧？我要是真的圣尊，我早就承认了，何必在这提心吊胆的假装？更何况你刚才也说了，是只有圣尊才能拔出诛仙剑，传闻一般都不准。韩风不是圣尊，这一点本王可以确定。只是诛仙剑，本王也有些不相信。诛仙剑就在这儿，你们不信可以试试呀，多简单。好。真能拔出来啊！圣王殿下，您试试。你们看吧，我没骗你们，谁都可以拔出诛仙剑，传闻是假的。看来我们之前真的被误导了，诛仙剑谁都能拔出来。是啊，一直就是这么传下来的。因为这诛仙剑是圣尊的本命神器，除了他以外，一般人也不敢随意去碰啊。不过，我们确实被骗得够惨的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总算是把石明泽糊弄过去了。刚才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今天不是都挺过来了吗？后面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困难了吧？不，真正的难题是在3日后的册封大典。
怎么说？我离开总部后才得知，周边24国表面上是在做小动作，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全面的战争准备。只要他们没有圣尊的消息，便随时可能动手。不错，这3日后的册封大典，恐怕帝京那边已经知道了康省这边的消息，所以才会暂时坐实你圣尊的身份，用这个身份来震慑诸国。所以3日后的册封大典才是真正的难题。到时24国有1国发现你不对劲，他们都可能发动战争，这才是我们要渡过的难关。放心吧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，这些不算什么。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嘱咐你：3日后的册封大典上，有大夏圣使会把所有调令的虎符授予你，这代表着我大夏所有的军事力量。到时你不要推辞，一定要全部接下。还有，你记住，不管谁问你，你都要咬死你是真正的汉门圣尊。我也没那么傻，放心吧。那岂不是说韩风有可能会率军作战？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如何能率军作战呢？事情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。这场战事是否爆发的关键点在于韩风，只要在册封当日不露出任何破绽，剩下的交给本王就行。只要他们相信韩风就是真正的圣尊，他们便不敢动手。不错，这场战争的关键就在于韩风，只要让他们相信你韩风就是圣尊，那么借着这个威名，他们绝对不敢进攻。可凡事都有个万一，万一被拆穿了呢？万一被拆穿了，就是24国合纵起兵伐我大夏，以24国的实力，我们绝非敌手。届时，整个大夏就要等着亡国了。不过好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，只要做好一切准备，我相信一切都会瞒过去的。好了，岳阳，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们没有退缩的理由，因为此事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存亡。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去假扮圣尊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我把你害得不得安生。这件事情也不怪你啊，当初我不也同意了吗？可这……好了，这件事情都过去了，我现在有个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我们离婚吧，越快越好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要去参加册封大典了，你害怕被拆穿？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得越来越大了。最开始我们只是想应对一下你父母就可以了，但你看看现在，现在已经上升到关系到大夏生死存亡的地步了。是我把你害到这个地步的，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你先听我说，虽然说莫如雪只要说我演得好就可以，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24国已经谋划了这么久，不可能会因为我一出面就可以解决，大概率还要再打一场。那我就更不会答应你了。哎，你听我的没坏处。这2天我去帝京，怕是回不来了，大概率要随军出征。哪怕我的身份被揭穿，大夏也会坐实我是圣尊的身份。因为可以定军心。那我就更不能听你的了。我们当初是假结婚，后面的事情和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卷入这个漩涡中来。韩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不会被卷进这个漩涡内。韩风，你记住，在现在这个时候，我死都不会离开你，你休想甩开我。岳阳，这是你的选择吗？对，这是我的选择。好，待这个事情结束后，我会让你真正掌握大夏金融。这不是莫如雪答应你的条件吗？你会知道的。结果如何？确定真假了吗？老祖，已经确定了，那韩风确实是假冒的汉门圣尊。这件事，平生亲眼所见。老祖，我在会厅门后亲耳听到的，这韩风就是莫如雪和君泽龙请来假扮圣尊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
关于诛仙剑的。其实这个诛仙剑并不是只有圣尊能拔出来，谁都能拔出来。我在门后亲眼看到莫如雪和君泽龙，他们也拔出来了。老祖，看来这传闻有误啊！原来这诛仙剑谁都可以拔出来啊！无妨，只要证明寒风是假的就好了。老祖，您这是不是谨慎过头了？那圣尊韩子云肯定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不然现在这莫如雪也不会找一个人来假扮圣尊呀。什么都可以作假，但是圣尊令不能伪造。如果寒风假冒圣尊，那就证明韩子云3年前已经死了。这莫如雪和君泽龙让寒风假扮，应该是想利用圣尊威名来震慑周边诸国。如今边疆可不太平。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圣尊令它是伪造的？哼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圣尊令七彩霞光是万年墨玉特有的效果，不可伪造。寒风的圣尊令应该是从别的渠道拿到的。爷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3年前，老夫给圣尊韩子云下毒，提心吊胆了3年，如今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你们是？明泽，把事情告诉他。好。平生，你是我小舅子，现在你参与了这件事，这些事告诉你也无妨。不是，泽少，你说这参与了是什么意思啊？12年前，上任圣尊战死沙场，按照汉门的规定，汉门将会由汉魏圣王暂时接掌，直到下位圣尊成长后才可执掌。当初的汉魏圣王便是我家老祖，当初也应该由我家老祖执掌汉门，可谁知啊，上任圣尊的关门弟子韩子云以14岁少年之身强势执掌汉门。14岁？那汉门的人能听他的吗？会，因为当初韩子云已经完成了圣尊传承，且具有圣尊令和诛仙剑2大器物，再加上他恐怖的天赋，已隐隐有不可一世之威，并且当初的4大战神和8大战将都拥护他。14岁就有横压一世之威，这么厉害？哼，你说呢？后来历年征战，我本以为他会战败，甚至战死。谁知他不管在修炼上，还是在军事统帅方面，都堪称当世第1人，真正的是横压当世。在军事作战上，他连战连捷，从无败绩。如今24国之所以联手，皆是因为当初10多年间，韩子云率军不但击退了各国攻势，更是率军为大夏扩土千里，饮马瀚海。他的修为暴涨，短短时间内便已无敌天下。其实，如果只是这些还好。5年前，韩子云率军在北海战役中获胜，他的威望达到了巅峰，不论是汉门上下、军中上下，甚至是民间，圣尊的威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这才是威胁。泽少，老祖，我怎么有点听不太懂你们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5年前，我家老祖现任汉魏圣王。当时老祖推荐家父继任汉魏圣王之位，韩子云不顾老祖颜面，强势提拔莫如雪一介女流担任汉魏圣王。所以在3年前周边24国讨伐大夏时，老夫在韩子云出征前将天下奇毒千机毒投入他的食物中。什么？向圣尊下毒？这……其实这3年来，我石家一直在确定他是否已经身死。如今啊，总算确定了韩子云已死。现在这个韩风就是个冒牌货。平生啊，你是我小舅子，如今这件事都跟你说了，你要是出去乱说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泽少，我今天什么都没听到。知道就好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
册封大典上，盛世会带着所有的调兵虎符前来交给韩风，届时咱们就在册封大典上揭露韩风的真实面目。老祖，现在就揭穿，要是让周边诸国知道，怕是对我们大夏不利吧？哼，要的就是不利。届时大夏想要扛住，唯有倚仗老夫。如今大夏境内，唯有老夫才有可能率军与诸国一战。平生，以后呢，好好的跟着我石家做事。等我家老祖拿到了调兵虎符，再从韩风手中拿到了圣尊令以后，我家老祖就可以彻底掌控汉门了，君临天下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泽少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给您办事。行了，你们下去做最后的准备吧。这次老夫一定要彻底掌握汉门，君临天下。以前老夫丢失的都要夺回来。是，明泽这就下去做最后的准备。林家主，林家以后可叫飞黄腾达了呢。这话还用你说吗？圣尊可是林家女婿，就算圣尊一句话不说，也有无数顶级豪门上赶着巴结林家，给林家好处。林家主才是好本事啊，连圣尊都能找来当女婿。这都是托我们家月瑶的福啊，让我们林家能够沾上光，一飞冲天呐！谁说能一飞冲天呢？林海山，有些时候得意太早可不是好事儿。你现在期望越大，待会儿可能就越失望。叶平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谁让你这么跟我们说话的？我女婿可是圣尊。林月瑶，你觉得他们这么说对吗？如果你们未来的女婿他不是圣尊，你们又该怎么办呀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不明白？不，你应该明白。叶平山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现在你还敢跟我们林家这么讲话吗？你就不怕我女婿一会儿给你定罪吗？治罪我们？你放心，圣尊今天有事的不是我们叶家，而是你们林家。有些事情你们不说，不代表本少不知道。今天我就将揭晓一切。看叶家父子的样子，难道他们知道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件事情就我们4个人知道而已。今天的确会揭晓一切，但我劝你态度最好放恭敬一点。我老公是圣尊，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死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今日过后，你放心，我会慢慢的把你拖上床。叶继山，叶平山，上次看在石家的面上放你一马，今天你又在找死。上次看在石家的面上放你一马，今天又来找死。这捍卫圣王慕容雪、神武门主青龙战士、诡异门主白虎战神、百姓门主玄武战神、万煞门主朱雀战神，这都是汉门4门一位的掌权人，汉门的最高层，他们怎么来了？莫非为首之人便是权倾天下、横压当代、不可一世的汉门圣尊？叶平生，林月瑶是圣尊的夫人，岂是你能侮辱的？你叶家论罪当诛，满门抄斩！我告诉你们，现在你们吓不到我。来人，传令下去，叶家灭门，下去执行。慢！是王殿下，叶家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在这册封大典结束以后，属下愿意代劳。好，捍卫圣王莫如雪，请圣尊归位。请圣尊归位。叶平生、叶继山，你2人的罪证，本座不想再说了。但从今以后，
看守龙城，再无叶家。小子，话可不能说得太绝对了，待会儿出现什么意外还说不定呢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夏圣使到。下臣叩见圣尊。免礼吧。今四海不服，边疆不宁，汉门圣尊归位，朕心甚安。今封汉门圣尊韩风为大夏王，掌大夏兵事，挂帅出征。此意即刻生效。圣尊，此9枚虎符是我大夏所有武装力量的调兵虎符，今日下臣将它全部给你了，望你能大胜而归。慢，这虎符不能授予韩风，这大夏王的爵位也不能给他。这个大夏王是我大夏的摄政王封号，不是一个颠勺的厨子可以得到的。平神叶继山父子2人胆敢在册封大典上闹事，找死吧！来人，把他们父子2人给我关进大牢，待册封大典结束后，再交由圣尊处置。莫如雪，哼哼，莫如雪，本少的人你也敢动？石明泽，你又来了，胆敢在册封大典上闹事，石家是想被灭族吗？石明泽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上一次是圣尊高抬贵手饶你一命，没想到你居然不思悔改，今日还敢来闹事！哼，我石家灭门？错了，今天要灭的不是我石家，而是你君泽龙、莫如雪、韩风还有林家。我们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吗？欺君罔上，肆意妄为，把大夏汉门当什么了？你们以为汉门是你们的私有物品吗？你放肆！哼，今日圣尊和圣使都在这里，岂容你再次胡言乱语？如此诛心之言，难道你是想谋逆不成？谋逆的是你们，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心里不清楚啊？今天非要把话说出来，你们才承认是吗？完了，难道叶家父子和石明泽他们当真知道韩风冒充圣尊的事吗？今天石明泽强势的过分，难道他知道韩风是假的？但是这件事情除了我们4个人，其他人并不知晓，连4大战神、8大战将都不知道。册封大典闹事，扰乱册封大典，无论什么原因，石家大罪。大罪？哼！韩风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装是吗？装？石明泽，扰乱册封大典，丢我大夏颜面，现在还在这质疑本座身份，你们又在谋划什么？韩风，你在本少面前装什么？你就不是汉门圣尊，你就是莫如雪找来的冒牌货。石明泽，你放肆！本王自幼追随圣尊，岂能分辨不出圣尊的真伪？不错，圣尊的身份我们都已经验证过了，韩风就是圣尊。莫如雪，记住这一巴掌，待会儿我会还回来的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当时韩风的手放在五行玉上的时候，一开始没有任何反应，直到了半天才有反应。这分明就说明你们在从中做了手脚。你放屁！五行玉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器，怎会轻易动手脚？哼，是或不是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上次诛仙剑的事都是被你们所骗。骗？本座是当着在场的所有人拔出的诛仙剑，诛仙剑是本座的神器，除了我，没人能拔得出来。难道这还不够证明本座的身份吗？对呀，这诛仙剑可是圣尊的本命神器，只有圣尊才能拔出来。既然韩风拔出了诛仙剑，那他就是圣尊，还有什么可质疑的？闭嘴！你们知道什么？这诛仙剑不是只有他韩风才能拔出，在场的众人都能拔出。石明泽，你家老祖要是知道你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早把你逐出家门了。圣尊，请将尔等破坏册封大典之人处决，以正法典。韩风，
你不是说这诛仙剑只有你能拔出吗？那你把这诛仙剑交给我，看看我能不能拔出。我若是能拔出，那说明你就是假的。笑话，诛仙剑是本座的神器，岂是尔等想拔就能拔的？哼，你是怕了吧？寒风，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谋划？我们又在谋划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们在谋划什么？莫如雪之所以找你这个和圣尊神似的人假扮圣尊，就是想利用你彻底掌控汉门，成为无冕之王。本少是不会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得逞的。这小子说的这么大义凛然，我怎么感觉这里有不对呢？石明泽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韩风就是真的圣尊，这是早有定论的事。你还在装什么呢？当初你们4人在龙城皇庭之宴之上合谋的事情，我都听到了。我听到你们说韩风假冒圣尊的事情，还听到你们疑惑韩风为什么能拔出诛仙剑，而韩风告诉你们，谁都可以拔出诛仙剑。叶平深，你现在是口说无凭，证据呢？证据就在你腰上，我亲眼看到君泽龙和莫如雪，你们都把诛仙剑给拔出来了。你要是敢，你就把诛仙剑拿给泽少，看看泽少能不能拔出来。如果泽少能拔出来，那就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放肆！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，你是想被灭族吗？我信口雌黄？我是不是信口雌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如果心里没鬼，你就把诛仙剑拿给泽少试试。放肆！诛仙剑乃圣尊神器，又岂是你等可以随意触碰的？诸位看看，这就是莫如雪和韩风的态度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我们遇到被污蔑的事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自证清白。但是你们现在看看莫如雪和韩风的态度，用一句什么圣尊神器不是谁都可以接触为由敷衍过去。诛仙剑再重要，有圣尊重要吗？上次本座看在你老祖的份上，饶你不死，别以为本座不敢杀了你。韩风，这些你吓不到我，更别用什么神器来敷衍我。诛仙剑重要，是因为属于圣尊，而不是圣尊因为诛仙剑才重要。你现在就把诛仙剑拿给泽少，如若泽少拔不出来，我们愿意自裁谢罪。这句话我已经听过了，那你现在自裁了吧？这就是你不敢让我试的理由，所以我现在就敢断定，你就是莫如雪找来假扮的圣尊。真正的圣尊早在3年前就已经战死沙场了。我是假冒的，但你们说这些都是口说无凭，你们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切吗？证据就是这诛仙剑。说了这么多，那你为什么不敢拿出诛仙剑让我试试？这还不够吗？圣旨，这韩风就是假的圣尊，他不配受封大夏王，更不配接手虎符。你想说什么？现在是我大夏的生死存亡之际，只有我石家才能解决。现在把虎符交给本少。石明泽，你只不过是石家的继承人，还不配接掌虎符。他不配，那本王呢？他不配接掌虎符，那本王配吗？石堂静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？莫如雪，你给本王闭嘴！待本王拿到虎符之后再找你算账。石堂静，你放肆！看到你，本王真的很惊讶，你真的跟圣尊长得一模一样。如果本王事先不知道你不是圣尊本人，本王真的会把你错当为圣尊。本王就是圣尊，这是经过无数次验灵的结果，不是你几句话就可以否认的。小子，不跟你废话，待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圣使，交出虎符给本王。不行，虽然你是异姓王，但这9枚虎符只能交给圣尊。你说韩风，他不是圣尊，本王很快就会成为新的圣尊，所以这虎符交给本王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圣尊消失3年，边疆不稳，汉门混乱，此志之际，本王欲暂代圣尊位，统一汉门，抵御外敌。暂代圣尊位，你觉得可行吗？今日大夏的调兵虎符在圣使手上，圣尊令在你手上。只要我家老祖拿到了虎符和圣尊令，
就可以号令天下，成就不世霸业。你们这是要造反！谁说我要造反？如今周边24国起兵在即，我大夏已有亡国之危。至此动乱之际，那圣尊依旧不曾现身。本王暂代圣尊位，实乃为我大夏安危。圣使，交出虎符，我可饶你不死。不要挑战本王的耐性。石堂敬，你这是谋反！不要让我再说一遍，交出虎符！石堂敬，圣尊一脉待你石家不薄，你竟敢行谋逆之事！就算你今天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将虎符交给你。哼！不交，本王就来自取。石堂敬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杀圣使如同谋反！谋反？谁敢说我谋反？小子，你自己交出圣尊令，本王可饶你一命，保你荣华富贵。石堂敬，圣尊对你石家不薄，你竟然要谋反，你就不怕被诛九族吗？恳请圣尊诛杀石堂敬，剿灭叛逆。石堂敬，本座当可诛你9族。就凭你，凭我不行吗？别本座的自称，你不是汉门圣尊。石堂敬，你真是无药可救了。捍卫圣王莫如雪、龙武院长君泽龙，还有4大战神，他们都已经证明了圣尊的身份，你却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圣尊，有何凭据？我看这石堂敬就是想行谋逆之事，坐着圣尊之位吧。石堂敬，要想行谋逆之事，先救我们4大战神。石堂敬，现在下跪自残还来得及，不然圣尊出手，后悔莫及。你们当真相信这个黄口小儿就是圣尊？我等皆是跟随圣尊多年的老人，难道连圣尊都不认识了吗？我看你就是想谋反。告诉你们，他不是汉门圣尊，圣尊在3年前便已身死。混账！圣尊好端端的坐在这里，你敢咒骂圣尊身死，找死！你急什么？本座很好奇，你不断说本座是假的，不是圣尊，甚至说本座3年前就已经死了，可本座还在这儿好好的坐着。石堂敬，你说呀，圣尊就在这里，你敢说圣尊已死？原因很简单，圣尊叫韩子云，不叫韩风。本座要隐姓埋名，改名有什么不对吗？韩风、韩子云都是本座，不行吗？名字可以随便改，你的这个理由不成立。名字当然不重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圣尊确实在3年前已死了。一个死了3年的人，怎么可能活着？石堂敬，你为何如此笃定？圣尊已死了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圣尊确实已经死了。本王明白了，所以当初给圣尊下毒的人就是你，对吗？下毒？慕如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石堂敬给圣尊下毒。 3年前，24国合纵起兵围剿我大夏。圣尊在帝京逝世后，便已经发现身中天下第1奇毒千机毒，有人在圣尊的食物中下毒。为何我不曾听闻？当初大战在即，圣尊不欲影响军心，所以不许本王说出去。这件事情只有本王和圣尊知晓。这些年，本王也在私自调查，到底是谁给圣尊下毒。没想到这个人是你，石堂敬。没错，就是本王给他下的毒。石堂敬，本座没想到是你下的毒。全天下还没人中了千机毒能够活下来，就连圣尊也不例外。而他是莫如雪看他长得像圣尊，叫来假扮圣尊罢了。事情是他说的那样吗？边疆不稳，战火随时都可能重燃。若无圣尊威慑，大夏会有倾覆之危。本王也是看韩风与圣尊的容貌相似，所以才让韩风假扮圣尊。这回你们都知道了吧？韩风他就是个冒牌货。4大战神，你们继承了汉门4大战神的传承，只要你们归顺本王，本王便可饶你们不死。石堂敬，圣尊待你不薄，你却反叛，我等岂会投身于你这叛徒？叛徒？我石家世代效忠汉门，可是圣尊又对我们怎么样？放肆！若圣尊真的薄待于你，你石家又怎么可能成为大夏第1世家？
是我石家应该得到的。12年前，老圣尊战死沙场，应由时任汉魏圣王的我暂时接管汉门。等韩子云18岁，再由他来执政。是韩子云这个小畜生，以14岁的年纪，仗着手中有圣尊令和诛仙剑，接受圣尊传承，就不按规定强行接掌汉门。本来这个位置我可以做4年，我将成为天下第一人。但是这一切都随着韩子云强行接掌汉门而破灭。石堂静，你真是不识好歹！当初敌国大军压境，你懂指挥作战吗？5年前，本王卸任汉魏圣王时，推荐我儿子继任，可是韩子云不顾本王的颜面，强行提拔莫如雪接掌汉魏圣王，这又是凭什么？你儿子顽劣不堪，岂能让他上任汉魏圣王位？看来你们是要铁定跟老夫为敌了，是吗？是你背叛汉门，背叛大夏，背叛圣尊。看来你们铁定是要与本王作对了，是吗？尔等还等什么？谁敢反抗，杀无赦！你们知道吗？老夫在3年前便已开始谋划，只要今日本王拿到圣尊令和虎符，本王便可号令天下，成为天下共主。石堂静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就凭你们，如果4位老战神在，这还差不多。就凭你们几个小娃娃，才修炼了多少年，也敢与本王作对？把你们几个绑在一起，也不是本王的对手。没想到是你下的毒。少废话，交出圣尊令，可活；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反之，本王要了你的命。石堂静，你休想！圣尊令代表我汉门至高威严，哪怕圣尊已死，我作为4大战神之一，也将会誓死捍卫圣尊令威严。想要染指圣尊令，就从我们几人身上踏过去。不错，还有我君泽龙，也曾是汉门将军，汉门乃是我一生的信仰。今日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这种土狗之辈盗取我们汉门神迹。若想染指，除非我死。既然你们都不想活了，那本王就成全你们。小子，你等着，等我杀了他们，我亲自来取圣尊令。是吗？就凭你？小子，我家老祖修行了8、90年，岂是莫如雪这些人能比拟的？他们就算是绑在一块，也不是我家老祖的对手。好啊，那就让本座看看这些年你有什么长进。你们几个一起上吧！石堂静，圣尊尚在，岂容尔等叛逆猖狂？哼，可惜他在3年前已经死了。本王修行数10载，除了圣尊，试问天下还有谁是本王的对手？再给你们几位一次机会，归顺本王，少尔等不死。我青龙一生追随圣尊，历经大小战事数百场，岂会归顺你这狗贼？既然你们都不想活了，本王就成全你们。今日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看来你这些年也没什么长进。看在你是石家先辈的份上，自裁吧。韩风，你别装了，都被拆穿了。韩风，你快把圣尊令给我！今日除非圣尊复活，否则无人能击败这狗贼。小子，你听到了吗？把圣尊令交给本王，饶你不死。第2遍，不要逼本座说第3遍。老祖，这小子就是个颠勺的厨子，我让人把他抓起来，抢过圣尊令。本王也说最后一遍，交出圣尊令，饶你不死。你快把圣尊令给我，你走啊！石家、叶家谋逆造反，满门抄斩。我说小子，你还在装呢？刚才莫如雪和4大战神合力都不及石老1人之力，你说你一个颠勺的厨子，
还敢在这大言不惭地说满门抄斩？我看他还活在梦里。小的，这里随便一个人都能将你拿下。你快把圣尊令给我！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你可以参与的了。石家随便一个高手都能置你于死地啊！受了伤就少说话。韩风，你醒醒吧，你已经被拆穿了，你就是个普通人。小子，我欣赏你的勇气，但这是汉门高层叛乱，不是你一个普通人可以参与的。圣尊令给我们，离开吧。小子，你还不走，在这里等死吗？最后一遍，自裁，由你全尸。哼，勇气可嘉。既然你想死，那就别怪本王了。杀了他，只要今日本王拿到圣尊令和虎符，本王便可号令天下，成为天下共主。老左，放心吧。来人，杀了他，拿回圣尊令。韩风，你快走啊！韩风，你小子赶紧走，已经做得够多的了。接下来的事，不是你一个普通人能够参与的。找死！九天真龙诀，你不是个普通人吗？怎么会圣尊一脉的独门功法？不可能啊！他只是一个店少的厨子。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相貌与圣尊神似罢了，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九天真龙诀，你到底是谁？汉门圣尊韩子云。不可能，你中了本王的千机毒，拖了3月有余。最后一次大战，血战数日，你不可能再活着。您是圣尊韩子云？我叫韩风，也叫韩子云。我从出生起便叫韩风。拜入师门后，师尊告诉我，汉门守护大夏，作为圣尊，一定要隐藏，所以才叫我改名。但我这个名字是我父亲死前为我起的，我岂能随意更改？于是师尊便为我起名紫云。拜入汉门后，师尊便对外一直叫我韩子云，而非韩风，所以我姓韩名风，字紫云。千机毒果然厉害。本座出征前，战争的前3个月，也是一直不能去毒。最后一战，本座以为自己命不久矣，可是拼死一战，定要赢得战争胜利。最后一战中，本座强制压制毒素，血战数昼夜，这才获得胜利。本以为我会就此死去，但没想到突破人体桎梏，踏入仙境，这才保留一条性命。可我从来没有忘记有人给我下毒这回事。所以圣尊，这3年来你在龙城隐姓埋名，就是为了寻找叛徒？不错，本座当初便料定，给本座下毒之人，其目的就是掌控汉门，号令天下。本座隐藏了3年，这次终于等到你了。我怀疑过所有人，却唯独没怀疑过你，石堂镜。居然没想到，就是你下的毒。韩子云，没想到你有过人的天赋，心机还如此之深，一直等到本王爆出下毒之事，你才站出来。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你太能忍了，竟然连周边24国起兵犯境你都不为所动，难道你就不怕大夏被灭吗？周边诸国的精锐部队已经被本座剿灭，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本座一战可以定乾坤，只要揪出叛徒，哪怕是损失大半国土，本座也一样能夺回来，重振我大夏。只要本座在，谁敢扬言灭我大夏？谁敢与本座一战？谁敢与本座为敌？吾等叩见圣尊，请圣尊斩石堂镜，以正军心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石家秀也，韩子云，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。老祖，老祖！大夏石家谋逆造反，欺君罔上，其罪当诛，即日起满门抄斩。康城叶家负逆谋反，论罪当诛，满门抄斩。左教好，在我康城叶家。青龙白虎何在？末将在。青龙白虎军团即日起赴南疆前线御敌。末将领命。朱雀玄武军团末将在。朱雀玄武军团即日起赴西疆边线前线御敌。末将领命。莫如雪，你率捍卫随本帅奔赴北疆御敌，同时传令下去，大夏各军方就近御敌。报！启禀圣尊，周边24国听闻圣尊现身，欲讨伐不臣，纷纷献上降表，愿割地赔款，称臣纳贡。吾等恭喜圣尊，贺喜圣尊，此战不战而胜。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是圣尊，他不是我能奢望的，我该走了。月瑶，月瑶，你愿意成为韩风的妻子，对他不离不弃，白头偕老吗？啊！